因为疫情的关系哈，那准备时间都非常的紧凑。但是大光国小其实在线上教学这一块、科技化教学这一块，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当然，老师平常的这个资讯素养，就是要长期的去培养的。那特别要提的就是资讯组长。我们在停课一宣布的那一刻，他就冲到大卖场去买所有我们学校需要的3C 产品。接到这样子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开心的，时间压力很大，对，那但是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很高，所以希望可以帮上忙。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起，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全国升级为3级警戒，更在5月18日下午紧急宣布，隔日起各级学校停止到校上课。家长们纷纷担心，停课期间孩子们的学习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在宣布停课后，立即公布线上教学资源平台，率先推出国中小统一课表、公版直播教学的课程。第一天的公播课程，网络浏览就超过100万人次。这项做法随后也引起多个县市跟进，让学生们在防疫停课期间可以停课不停学，安心度过疫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教育局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3种的线上自主学习的模式。第一种就是联合了3家出版商，他们提供了免费资源，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请他们来提供的。第二套就是线上有很多那个自主学习的资源。那第3种叫做同步的这个远距视讯教学老师呢就要开始去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辅导团体呢，大概都受过远距视讯教学这样的训练，包括 Teams 或是 Google Meet。那所以在今年5月18号宣布19号开始全面停课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跟辅导伙伴讨论，就做出了这个应该是全国第一个所谓公版统一课表的直播教学。每一个人都是想，我们为了所有的老师减轻他们的这个负担，同时很快让孩子停课之后，他的学习就没有中断。所以现在我们台南的这一个部分也已经架设在我们在全国教育部资科司提供给全国孩子跟家长所谓要自学的一个平台上。我想透过这样的资源的这个共享，我想我们能够一起在全国一起防疫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停课了，我们也能让学生的学习不中断。我想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疫情，目前民众上该关心的，就是注疫苗的情形。台南市会议长郭信良，就提醒台南市政府，在防堵疫情扩散的同时，应该量早规划注公费疫苗的相关事宜。尤其年纪较大的长辈，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病人，拢请市府爱特别注意。议长郭信良表示，目前各县市分配的公费疫苗因为数量有限，依照中央的规定，医师、防疫加高接触风险的第一线工作人员是前3类上优先的对象。不过，议长提醒，一寡年长甚至慢性病的病人，因为抵抗力较差，信心把爱排伫较头前的施打对象。最近台南市民，不管是台南市民或者全国所有的乡亲都在关心疫苗注射的问题那因为疫苗在国内现在严重的不足是众所皆知，政府有定出一套的办法，就是由列为几项优先顺序来作为施打。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个人的建议除了这些以外，是不是有酌量的考虑到一
一些比较弱势的、长期的，包括洗肾啊、血友病啊，一些长期病痛的这个患者能够他们也有机会，毕竟他们的抵抗力是比较弱，得到感染的话，那整个的离呢，整个的复原机会少，也有增加很高的风险。那是不是各县市政府都有定一个自己的一个优先配置的一个注射的方式与方法？那我希望台南市也是不是往这方面去斟酌的考量，在现有的疫苗以外呢，这个增加让这些残障弱者长期呢领药的病患呢能够有个安心，而且能够呢对这个社会呢有所期待，不要至于落空哦。伫日前第一批13000剂市府3天内完成，第一线的医护、警消甲防疫人员，现在第二批有16000剂。议长嘛关心施打族群如何做菜安排，对此市府回应，优先会分配部分的疫苗，予环保局的第一线清洁人员甲殡葬人员，长期照护机构的护理甲社工等。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感谢警消人员的辛劳，大唐中央酒店特别准备243份的爱心餐盒，由志工队送予台南市警察局第1分局以及消防局第1大队长善分队。市长黄伟哲甲警察局长方阳林嘛特别到场，做伙慰勉警消同仁。第一线警消人员公务无闲，除了执行平日的治安救护以外，更要协助防疫工作。大唐中央酒店为了替这辛苦的警察、消防兄弟加油打气，特别料理出5菜饭店顶级的餐点，要来送予台南市警察局第1分局以及消防局第1大队的所有同仁，为因来补元气。我站在这边都可以闻到饭菜香哦，可见呢，台糖长荣酒店他们事实上非常的具有爱心，而且帮忙我们的警察同仁呢。其实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很辛苦，但是第一线的员警也非常辛苦，因为他们除了平日的治安工作之外，还要协助防疫工作。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好不容易得到了疫苗中央配送的疫苗，我们让第一线的员警外勤的员警也优先施打。那现在我们看到台糖长荣酒店非常有爱心，能够制赠300份哦，243份的这个便当来提供给我们员警来食用。那我相信这个高品质，而且服务又特别好，而且整个的这个餐饮水准特别好的我们台糖长荣酒店，我们平常在那边办活动都已经非常多了，但是现在看到台糖能够发挥爱心，本身受到冲击，但是还是发挥爱心来帮忙我们的第一线的员警，内心充满了感动，也谢谢台糖酒店，长荣酒店，也感谢员警的辛苦，也感谢台糖长荣酒店的这个善行义举。第1分局分局长方国时也会尽感谢状，感谢中央酒店的热心公益。我们感谢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有第一线的这些警务人员，我们特别的感谢。那当然企业，尤其在企业经营，现在也是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不忘误了这些第一线为我们在做防疫、在监察这些的警务人员。那为了代表我们对他们的警务人员的感谢，那我们的台糖长荣的助攻队特别发起了这个爱心的便当，由5星级的我们的主厨特别调制了这个很丰富的这些便当来想我讲的对，来助助来给一个警务人员享用，希望透过这个享用，代表是我们的对他们的一个所谓尊重，对他们的一个所谓关怀，希望他这些小小的心力能唤起大家对这个警务人员的一个辛苦的慰劳。除了有长荣酒店的爱心便当，大都会卫生车队也免费协助外送餐点到1分局下来派出所，不管是饭店也或是车队，拢用家己的方式来感谢辛苦的防疫工作人员，值得鼓励。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疫情期间，民众连出门采购买物件，拢惊会有感染的风险。
目前伫台南市都推出万能跑腿服务，不管是买餐点、生活用品、代办事务，甚至连倒垃圾，拢会当透过这个 App 来处理。传统市场属于开放性空间，现在为了要落实防疫，是维持单一出入口，入去进前也需要爱先施连制，以及喷酒精。伫排队采购的时阵，也要保持社交距离。除了这个防疫作为，更有不少民众一届拢是买赶济量，就是要减少出入菜市的机会。最近的话，因为感觉疫情的缘故，所以可能1周还是减少到1次。就最好1次就把它买完，要不然太常来的话，觉得还是会有风险。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民众减少来的次数，但是采购的数量有增加，就是为了疫情的关系，让一次购足是我们希望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除了家己到菜市买菜以外，另外一种就写人外送，离台南小短腿外送平台，也因为这波疫情，订单嘛增加袂少。对着货量较大的订单，也会甲客人车业者合作进行配送。民众现在会当透过打电话，或者是伫网络顶落单，免出门就会当完成采购。现在大家都防疫，然后现在都用叫了外送比较多。保护自己。为了卖互菜市仔成为防疫破口，市府是做了袂少的规划，希望民众会当多多配合，增加一寡体量，家己嘛要减少出入公共空间的几率，希望伫大家遵守之下，共同来度过这波疫情。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统计，目前囡仔伫个厝内使用3C 平均有4点钟以上。毋过，这波疫情停课无停学，规工伫个厝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嘛互家长烦恼囡仔视力会变歹。有验公司就建议学校一旦实施线顶教学，一定要缩短上课的时间，避免视力恶化。因应疫情停课无停学，学生伫厝内透过线顶学习，拢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长期以来恐惊造成视力恶化风险。对此，验光师以个人教学经验，嘛认为线顶几节课专心上落来，目睭真正挡袂牢，对学童嘛是真大的伤害。那人手一机在学校的话，还有可能说，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出去散步。打打闹闹，可能就会暂时离开这么近的阅读距离。可是你在家的话，就必须一定要盯着电脑、盯着手机，甚至盯着平板，而且长时间的。而且线上授课一次都是大概将近1小时嘛。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授课的一个的环节之下呢，其实对于学童来说，不管对学童还是对老师来说，对他们眼睛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细汉时近视，大汉就容易高度近视。一直到目前，国中3年10个人都有9个近视的高比例。所以验光师嘛进一步要求教育单位要缩短线顶上课时间，同时建议定期视力检查，一旦有异常，得马上移除。他一直盯着电脑，其实对他自己本身的用眼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压力。那么如果说我可以可能跟学校取得一个共识，说，我们可以把上课的时间稍微缩短一下，因为以往上课时间大概是45分钟到1小时嘛，我们可以缩短到大概30分钟，然后大概是休息个5分钟再来上课。站在我们验光师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对于近距离的这个用眼的这个眼睛的度数，可能我们也要去就近去调整。定期筛检最好是半年1次，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常常在用眼睛看3C 看书的话，那可能缩短那个检验的时间可能稍微短一点，可能3到4个月可能就要看一次，是不是度数有增加，对，然后是不是有那种视觉疲劳的情形会更加严重那样子。为了兼顾远距离教学品质甲学生视力保健，家长嘛需要尽力来把关，注意囡仔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协助正确用眼的习惯，避免伤害灵魂之汤。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新冠疫情冲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导出录制影片，向人民加油，共同防疫。台南在地企业的王国赞董事长透过民进党部授权播放总统的影片，希望增进一份心力。目前已经伫台南市各大电视广告墙做联播。户外广告墙就是爱设置人潮车流聚集的重要路口，一旦红车顶，民众得当加减看到资讯。当然，除了商业的广告以外，面对这波疫情，在地企业嘛主动联络民进党部，希望利用家己公司的电视广告墙来播送小英总统伫脸书的防疫影片，增进一份的社会企业来互相加油。对此，经过民进党市党部协助授权，目前台南至少10个所在上架联合播出。为自己加油！感谢我们名人电视广告墙，我们台南在地的企业来发起响应我们总统信心喊话，在我们所有的台南的街头巷尾电视墙都来播放这个总统信心喊话的影片，让大家觉得总统跟我们是时时站在一起，然后有这个信心，而且时时注意来加强防疫。那其实很多台南企业不止名人电视广告墙，也都有陆续跟我们做联系，看可以为社会做什么。也有想去帮医护人员送便当加油的，也有想去跟警察做鼓励的。那台南的在地的这些中小企业企业主，其实大家很团结，都想趁这个机会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什么。那在这边也很感谢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所有民众加强防疫，共体时间，携手度过难关。假使这波严重疫情，侪企业主动出钱出力，透过防疫团结大家，除了希望用正面的鼓励取代批评，更希望大家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同时持续甲第一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但新闻管及何超邦采访报道。这波疫情对各行各业拢有冲击，包括经商的销售中心甲不动产公司嘛拢冷冷清清。不过，根据地政局的资料显示，其实今年1月到4月，台南房地产的买气并无受到影响，加上台南的重大交通建设以及南科的效益，其实后世犹原是稳定成长。2003年的 SARS 对房地产有真大的冲击，所以真侪人在质疑究竟这波 COVID-19 疫情对房地产有影响。对此，地政局长陈淑美表示，但是目前疫情相对无遐尼严峻，而且以今年1月到4月为例，不管是中国市场，或者是新厝的买卖，甲去年同期来比较，并无明显减少。建物第一次移转的数量，跟台南市中古屋买卖移转的数量，其实从110年的1月到4月大概跟去年同期的数量都是差不多的没有明显减少的趋势。那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其实现在在双北是疫情比较严峻的。那南部呢，我们自主性的先这个居家那尽量宅在家不出门，所以在台南其实才刚开始所以感受不到市场上一个很严峻的一个冲击。台南的房地产到目前并未受疫情影响衰退，甚至朝向稳定成长的重要因素。局长表示，就是以南科沙仑为上引引所带动的建设加投资，加上大型土地重划开发，包括宽道路、捷运等重大交通建设的前景看好。之后疫情时代，除了家庭关系转变，连带买厝的形态嘛做出防疫调整。上明显就是小宅化以及兼顾居家上班的需求。小宅化现在是台南或者甚至是6都呢房地产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小宅化呢，就是所谓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小2房、小3房，但是呢它就有了各项的一个生活机能。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很多人需要宅在家，在家里要工作，那所以呢在家庭空间的规划上，可能就会要有一个适度区隔开来的一个可以工作、可以视讯的一个空间那或者是一个独立的书房可以让他呢居家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大家很喜欢住透天的房子，甚至3代同堂。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可能就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比较符合这个卫生上面、防疫上面的需求。那或者甚至呢是2间小房子同龄这个父母跟这个第2代的家庭呢邻近相邻而居，而不是这个大家挤在一起这个3代同堂的状况，这也更符合这个未来防疫的一个需求。
当然，疫情如何变化，拢真歹讲。毋过因为7月政府房地合一税新制上路，企图打击投资客，所以7月之前为了避免重税，得大量税出交易。对此，局长预估也有一波避难潮加抛售潮值得观察。当然，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因这个日子，民众拢会食粽应景，基比医学中心营养科就教民众安怎食好食的粽，又搁顾着健康。营养师表示，重点就是爱注意包粽的料、热量、纤维、温料甲包装这5个步骤。咱做伙来了解。粽除了有南部粽甲北部粽以外，最近几冬嘛出真侪真有创意无共种的粽。基比医学中心营养科要提醒大家。伫5日节包粽的过程中，除了做好防疫卫生以外，嘛要注意量佮有健康。挑选种类健康食材，种植的种类琳琅满目。以广式果珍粽举例，1颗就有将近1000多大卡的热量。鲜热热量避免过量，大多数的咸粽热量约落在500大卡上下。而北部粽因为烹调方式的不同，油脂含量较多，所以热量会比南部粽高哦。若是市售的粽子，先仔细看看包装上的营养标示，建议1颗粽子不要超过600大卡，而且以取代正餐为主，不要当成点心，1天1颗即可，避免摄取过量，造成热量超标哦。粽除了爱好食以外，咧食粽的时阵，大家嘛是爱注意到粽本身的卡路里，佮有内底的料，唔通放伤济。粽内底会当加较侪青菜水果，嘛会当甲传统的肥肉换成鸡肉。伫饮料的部分嘛要特别注意，因为饮料钠含量较悬，食伤济可能会提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平安喜乐。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的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6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